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主，这个虽望伫寒冷的天气内底，咱嘛拄着风，嘛拄着雨，毋过咱看这个时间，上帝陪伴，遮尔好的天气，互咱大家等伫遮三角聚集。所以，当咱要开始今仔日咱属灵教会设教126周年的培灵会，下边时间是请雅各诗班来敬拜赞美。亲爱的阿爸爸，阮感谢阿罗你的圣尊名。你创造万物，万物对你来创造，你堪得受荣光、尊贵甲权能。我要用心灵甲诚实来学罗你的大尊名，直到永永远远。每摆我想起。主耶稣的疼，我的心充满感谢。伊的疼温暖我生命，润着我心灵孤单。每摆我想起主耶稣的疼，我的心。伊是世界
水漫过我心，无边的野，像我有流，伫一个所在，我要敬拜你，全心全意，归荣光予伊，只是刻伫地，那存着伫天。万我哋嘅上帝，我知你嘅主爱是永远讲三个地地。伫即个拜五嘅暗时，你搁一届互阮看见你嘅大权能，恳求圣神永远讲三个地地。我知今仔日是阮属灵教会设教160周年，阮而遮为着今仔日嘅生日。来举行培灵会，我也特别感谢救主上帝，你赏赐林鸿信牧师来到阮中间，同时也恳求圣神来高化林牧师的心灵，照着伊所传讲的信息，大大来充满着圣神的快乐甲感动。也恳求圣神将你的感动放伫阮在座的兄弟姊妹的心内，互因当饱足受天的美粮。
互心灵欠缺的会当得到饱足，互信心软正的会当得到强强。我若恳求圣神继续来引带今仔日的聚会，从头到尾完全交在你手中。愿一切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煞接读经，今仔经文有3位。第一位的经文就是诗篇50篇，伫咱的听授表的后壁面。头先我用华语来读，煞接来用台语来读。诗篇50篇15节，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你患难的日，就求救我，我要救你，你也要应允我。第2位的经节是记载伫罗马人书1章第9节。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上帝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因为我伫伊的囝的福音，用我的神所服侍的上帝做我的干净。我怎样笑脸恁无煞？最后一位的经文是记载伫腓立比人书第3章第3节，因为真受割礼的，就是我们这借着上帝的灵敬拜，以基督耶稣为夸耀，不依靠肉体的。因为咱用上帝的神来服侍，踮伫基督耶稣来夸口，无我靠肉体的，才是受割礼的。煞接，请科牧师来欢迎。感谢上帝，互咱今仔日会当三甲斗阵吼，特别是伫教会生日，虽然天气寒冷，毋过吼，咱嘛是共款，生日是明仔载啦，3月初9，甲你的隔壁吼前后左右讲一下生日快乐。当然吼，一句话就代表一个鸡卵糕啊吼。咱特别是咱树林教会即几年阁有即个真好的传统，我家己感觉这是爱珍惜的。因为古早阮细汉的时阵吼，咱细汉时阵咱教会拢有培灵会，毋过一段时间都市吼，煞讲这培灵会吼无方便，下班啊暗时啊要聚会足无方便的，所以真侪教会吼都市啊煞甲即个一直停掉。来到咱树林教会，发现咱有即个培灵会吼，实在是真好。即要安怎甲老掉？毋过搁较要紧，咱到底要领受啥物？咱每一年踮咧10月中级会长拢会有一个讨论，针对新的年度来做阵领受。伫旧年9月的时阵，含小会做阵踮咧讨论今年的施工的时阵，大家就定着3个的主题，培灵会主题，特别是放伫咧祈祷、放伫咧圣神即个功课。迄阵踮咧想讲到底要邀请什么人？因为咱2年前嘛捌邀请马约翰牧师，嘛捌邀请过几个安尼，咱感觉迄落。你若讲要邀请其他教会嘛是会当的吼。迄阵连寇绍恩拢捌想过吼。毋过吼，要想想也是爱找 DNA 较共的吼，因为安尼可能对咱较会当迄落。我迄阵想过一项，我有甲小会分享。伫咧15年前，2004年。2004年迄阵我伫静一个教会服侍12年，拄有一个需要，有一个期间，所以教会就讲无你吼，就出去休2礼拜啊。我本来是想讲去较近的，就附近较近的，看亲像讲去新加坡，还是去倒位。迄阵去找一个新行业吼，伊无用踮咧台湾啦，你踮咧台湾人就找会着。本来是想讲要去新加坡，也听讲，拄我问新人讲，迄阵拄好林鸿信老师拄好咧。新加坡新行业，2004年，我特别敲电话按台北吼，敲去新加坡，敲去问伊讲，遐敢方便？若是吼，敢若像咱台神有迄款校友会馆嘛，我就踮遐住2礼拜有饭通食就好。踮咧新行业好处就是有饭通食，人上课你会当去旁听无爱家己安静吼。结果
我迄阵啊含咧林牧师，我毋知伊会记袂，我甲伊讲，伊问讲啊，你是为虾米要迄落？我甲伊分享我诶需要。伊竟然甲我讲，安尼毋通来遮，甲我建议去一个较近诶香港。香港有一个所在叫道风山，道风山，道风山。迄个所在诶拜堂是八角诶，敢若庙共款。啊，迄个所在700年前就是庙啦。迄个所在700年，尾啊宣教师去迄个所在啊，遐和尚得到福音啊，煞规个改观真趣味。伊诶门帘对联吼，一边写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圣灵如风，会记得无？约翰福音安怎讲？风随意势而吹。横批，横批是什么？这边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这边是圣灵如风，风随意势而吹。横批，道成肉身。咱所信靠的耶稣基督甲伊的十字架吼，伫咱的中间。所以旧年踮咧含小会员踮咧讨论讲，哎呀，要请倒一个讲完时，700度都走出来啊！哦，700度走出来，安尼想讲啊，安尼邀请林牧康信牧师伫咱的中间吼，啊用即个做一个前提，互咱会当知影，因为即几十年的中间啊，咱知影林牧师伊踮伫新行业咧教课，毋过伊含学生中间有一个真趣味的互动。伊一方面是真严格，8点上课，你8点1分到，你就踮门口，无用个入来。吼，听讲是安尼啦吼。啊，然后但是搁另外一方面，是一款超越理性的一款学习，要安怎去经验圣神踮咧历史顶头，踮咧咱个人的生命中间，咧做足多样性的事工，毋是逐个人拢共款。所以要安怎搁较开阔，会当去领受、去体会、去经验别人所经验到的上帝吼，啊，迄是一个真大的功课。所以咱今仔日真感谢主，伫咱的即个主题圣神甲祈祷、圣灵与祈祷、圣神甲祈祷即个主题中间，包括今仔日暗时明仔暗，啊，甲礼拜日啊，咱今仔日啊，请。林牧师伫咱中间所要分享的信息，真实的我甲你，真实的我与你。咱这个时间请林牧师。各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会当伫遮甲大家来分享圣经的教示，啊，我心内真欢喜。有2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树林区，我已经住29年，这是我人生到目前住过上久的所在啦。哦，佮过1年我就要退休，退休了我是毋是会继续伫遮？我毋知。啊，不过我住树林区，感觉咱伫树林区啊，特别是树林教会是真要紧的教会。这一年来，我对树林区有一款感情啦，吼。大概坐捷运出去，会感觉讲，哦，这树林区对台北市来讲是真要紧的一个所在。咱若是往南去，吼，往南去，经过中山区，过过就是中正区。台北市的发展是对北，吼，往北往东边行。啊，所以咱树林区啊，已经来到要大发展的时啊啦。你若看人口来讲，吼，台北市的行政区人口上侪应该是大安区，吼，第2名甲第3名就是树林甲内湖伫遐咧相拼啦，吼。但是咱树林区最要紧是咱连伫即个中山区北边就是北投区，咱的东边较往南就是内湖区，所以树林区确实是一个足中心的所在。啊，即个所在一发展起来，差不多。所有的教会拢无法度徛真好的所在，但是树林教会伫遮是正讲吼，咱若讲树林街仔的中心就是这个所在。吼，虽然讲伫巷仔底敢若有伊的缺陷，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吼，闹中取静啦，吼。啊，这一年来，我有一摆吼，要去坐捷运要去
火车头迄边。啊，我往西边看去，错一条吼，看到咱的教育大楼。哦，啊，迄个外口迄个鹰架跳起来吼，讲真正伫迄个捷运看足清楚呢，看足清楚。啊，所以我感觉讲这个一个好的苗头吼，是毋是？咱的教会要继续发展，伫台北市真要紧的一区，咱徛伫真中心的所在，要为主来做见证吼，真好的一个记号吼。咱这个教育大楼是一个开始啦吼。第二项就是我的工作是伫台湾新学院咧教册，啊，我伫教册中间深深感受到新学院甲教会是一体。所以我甲我的家庭，阮对新学院宿舍开始吼，落要搬来士林区，阮就拢伫即个士林教会做中心。其中除了我的太太有一阵牧会吼，对教会行以外，会当讲士林教会敢若亲像阮的母会一样吼。有一个真简单的原因，我感觉讲，迄个教会甲新学院应该爱吼真密切。斗阵同工，我印象真深，就是有一摆咱台神发生火烧厝，其实无介严重，不过迄个吼，迄个消防车安尼乌烟起嚟了吼，差不多过1、2分钟，林正坤牧师已经带长落来啊。阮抓一条，迄火都已经要发吼，无讲真严重，但是林牧师已经来啊。我真深感受到讲，咱遮厝边吼。若是新学院有进步，教会有进步，教会有进步，新学院有进步，这毋是真水的一幅图。因为所有教会传道者是对新学院来，所有新学院的新学生也是为教会来。咱迄个密切的关系是超过一人的想象。所以咱今仔日遮，我想真好的一个大家做伙来学习的时间。要为圣经开始，咱用圣经做中心来学习祈祷，也求圣神做工。当上帝话伫咱中间来宣扬的时，咱会当感受到上帝的神伫咱的心底，也同齐时做工。大先我用3段经文，要甲大家来思考。祈祷是甚物？头一位就是他托咱所读诗篇50篇15节，并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这节经文是讲到祈祷，真侪人会去引的经文。伫患难的日，就求救我，我要救你，你也要应光我。祈祷一个上要紧的态度，就是咱拄着患难、拄着困难，爱求救上帝，因为伊是咱伫天顶的老爸。上帝救咱，咱祈求、求救、线接，就是爱应光上帝。咱的祈祷有求救的一面，祈求的一面，也有应光上帝的一面。所以这真简单的一节经文，甲咱讲一项代志，就是讲，当咱拄着困难，爱会晓求。这个代志毋是讲遐尼简单，因为我发现讲，有的人若较有能力吼，有的人讲我一世人捌共求过，即款人有当时说连上帝也袂晓求呢，就对人拢真硬气吼。所以对上帝嘛真硬气。咱若是对上帝袂晓求的时，咱甲伊就欠缺迄个老爸甲囝儿的关系啦。较要紧，毋是讲咱要甲求的时，咱是毋是会当直接来得到咱所爱？搁较要紧是，当咱咧求上帝的时，咱深深体验到，咱是伊伫地面上的囝儿，伊是咱伫天顶的阿爸爸上帝。当我们认真的祈求的时候，我们会体会到，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他在地上的儿女。祈祷的要紧是迄个关系的建立。
我想咱中间做者做老爸老母的，咱嘛是会体会到，咱的囡仔若大汉吼，袂讲想要甲咱拜托什物会，也是讲讨东讨西，所感觉空空呢。虽然囡仔细汉的时，感觉有当时啊，敢若真讨厌吼，这也讨，迄也讨，真够讨东讨西。但是咱囡仔有一天毋讨的时吼，咱甲伊的关系煞直远去呢。所以我想，这个真简单的一个关系，咱讲到祈祷，一定要想到遮。咱的祈祷是要求叫咱伫天顶的阿爸爸上帝。咱若是承认咱是这位上帝伫地面上的囝儿，咱求，咱也要用光伊的性命。这是头一项对圣经会当学习到。祈祷是祈求，伫祈求的中间经历，上帝是咱伫天顶的爸，咱是伊伫地面上的囝儿。第二位经文，罗马书1章9节。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上帝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台语圣经译了搁较直接，因为我伫伊的囝的福音，用我的神所服侍的上帝做我的见证。我怎样少年恁无煞？这是保罗伊讲伊家己安怎侍奉服侍上帝。这里的侍奉、服侍，在希腊原文同时就是敬拜的意思。所以会当讲保罗当这时是咧讲，我是用什么款态度来敬拜上帝。服侍、敬拜，甲祈祷的本质是同款，所以这节经文，我咱会当甲引来做祈祷的学习。我们要祷告上帝，就是要回到我的灵。灵是什么？生命的中心。用心灵，就是用咱性命，也是讲咱的活命的最中心的所在发出来。迄个真心真诚来服侍、来敬拜、来祈祷，用心灵所侍奉的上帝，也可以说，在我的灵里敬拜、祷告，这是祈祷第二个要紧的态度。咱每一个祈祷，真正是爱对心底咱的活命至深的所在所发出来，毋是表面的语言，毋是一款敢若浮浮的话语，迄是对心底上深的所在发出来的声。这是咱的服侍，这是咱的敬拜，这也是咱的祈祷，就是在我的灵里敬拜，在我的灵里祷告。保罗所讲，就是我伫耶稣基督上帝囝福音，我的态度就是用我的神所发出来的敬拜、服侍、祈祷的上帝，伊要见证讲我是安怎伫祈祷中有讲到恁。这是第二个所在。在我的灵里敬拜祷告。第三个所在，腓立比书3章3节，因为真受割礼的，就是我们这借着上帝的灵敬拜，以基督耶稣为夸耀，不依靠肉体的，借着上帝的灵敬拜。台语圣经讲，用上帝的神来服侍。我们就看到华语讲敬拜，台语讲服侍，共一字啦，就是服侍敬拜用共一字，服侍敬拜甲祈祷是共一个动作。所以保罗咧讲的就是讲，伊的服侍、伊的敬拜、伊的祈祷是
伫上帝神内面，在上帝的灵里，以上帝的灵敬拜，就是在上帝的灵里敬拜、祷告。所以祈祷的第三个态度，就是知影讲，咱若准备好势，就是要领受上帝的神做工。祈祷毋是咱家己咧讲，咱家己咧发，咱家己咧求，是咱咧感受上帝的神安怎感动咱、引带咱。所以做一个真简单的整理：地面上的囝儿，天顶的爸开喙祈求上帝，伊应允要救咱。咱也要学习用讲伊的名。第二，伫我的灵内面，大义圣经讲，我的神，我的灵，我的神，我的灵，伊有一个真简单的意思，就是爱出伫真实的我。有人咧感觉讲，今仔日讲啊遮简单，有当时啊就是上简单的上歹做。有当时咱祈祷有喙无啥，无心啦。咱就安尼念，啊，就心对袂着，对袂着，就毋是对咱的心底出来嘛。伊用灵是要讲更较深的所在，迄是咱的活命上中心的所在，所发出来的祈祷，真实的我，无暗含的我，而且咱爱听候上帝的神做工，是伫上帝的神内面。咱毋望面对创造咱的天父上帝，咱有准备要领受上帝神做工，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敬畏的心。咱若是要领受上帝神做工，咱的态度无准备好，我们并没有觉得说上帝的灵要来我们当中，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那个敬畏的心、敬虔的心。我们说求主来到我们当中，随便说说而已啦。咱讲求主来到咱中间的时，是毋是讲咱的敬畏敬虔，咱已经准备好，是真实的你，真实的我，真实的你，开嘴来祈祷。这句话是 C.S. 路易斯。一位基督教的作家，我想真侪人可能看过伊的册，也是伊的册所改编的电影《纳尼亚传奇》。伊是一个真好的文学家，同齐时也是一个神学家。伊伫人生经过一个足深的痛苦了后，伊对祈祷讲一句话。伊讲：咱要祈祷进前，爱有一个诚情的祈祷，就是咱要开喙祈祷进前，先做一个祈祷。愿迄个讲话的是真正的我，愿迄个听我讲话的是真正的你。愿说话的是那真我，也愿听我说话的是那真你。这句话敢若真平凡。但是，伊经过一个真痛苦的憔悴，几啊年以后，伊开始学习到这个态度。祈祷需要有真正的我来面对真正的你。这是安怎来？1960，路易斯62岁的时，伊的夫人 Joy 着癌，伊61岁才结婚，伊的人生有真侪波折，伊算真晚婚啦吼。61岁才结婚，62岁，这个婚姻还未满1年，就发现伊的太太得到迄个恶性的骨癌，恶性骨癌。我年轻的时候看过恶性骨癌，我真的吓一跳。我是台中中华路教会。阮的牧师是平湖来的，咱倒是袂可能知平湖北卢春忠牧师。卢春忠牧师真爱带阮遮的青少年去平湖报道。所以我会记，我足少年时，迄当时可能敢若高2啊、高3。
对伊去平湖报道，伊有带阮去探访一个囡仔。迄我是头一摆去看到迄个恶性骨癌的病人。迄个囡仔敢若16岁、17岁，减满2、3岁迄款。伊倒咧吼，规身躯拢3比8，所有的营养拢吸去迄个伊的大腿骨吼，大腿骨啊，大腿骨差不多有2个篮球那么大，哦，就是伊倒伫接球遮尔大粒吼，迄个恶性的癌细胞，甲伊规身躯的营养拢吸伫遐。其实迄摆是甲马街医生做伙去医疗报道，其实到遐已经知，医生也知这已经出无几个月。伊西客咧讲吼，甲阮讲这可能加3个月啦吼，他的生命已经快要结束了。我看到迄个才知影讲，哦，这个癌症也有足恐怖的吼，骨头会变安尼啦。当迄内底有癌细胞嘛，癌细胞会抢迄营养吼。一个囡仔已经安尼，应该是成年人吼。看甲敢若咧当初咱宣传的大陆同胞3比8呢吼，所有营养拢已经吸去迄个癌细胞去。我也印象真深。卢牧师入去足有经验，吼，阮就看迄个囡仔，也毋知要哪个帮衬。卢牧师家己的手牵呢，吼，甲讲。讲少年人，你毋通担心啦，吼，因为迄个囡仔伫遐瘦的时，直直喘啦，直直讲我要离开世间啦，我爸爸妈妈要安怎吼，足烦恼伊的老爸老母啦。卢牧师真稳重，甲讲少年人，你毋通担心，毋免烦恼。我甲你报一个好消息，咱人的性命是对天顶的老爸来。你若倚靠伊，你的人生无论去到倒，拢有平安。吼，我有看安尼一个，敢若长辈，你甲这个少年人报人生的出路啦。迄是一个开始。落尾在地，在地牧师是王武聪牧师，伊煞接做阮中华路教会的牧师嘛。这个王武聪牧师落尾佫过差不多2、3个月了，有佫。甲即个代志吼，讲倒转来，阮就知，原来即个囡仔伫迄天，卢牧师甲传福音，也带伊祈祷，吼，伊有做一个决志，所以即个囡仔的身体虽然直直歹吼，真正所改变，迄个态度改变，人若面对即款的困境吼，迄是真艰苦想到讲老爸老母要分手一个。差不多16岁的囡仔，伊无法度承担即款痛苦啦，但是伊安尼祈祷了，有改变。上特别的就是讲，即个囡仔要过身前吼，一两暗，所面望着天顶的天使来甲接啦，上帝敢若用一个足特别的记号吼，安慰即个可能也无机会读圣经的囡仔，就是带伊祈祷，甲安慰王传道、王牧师，迄个继续卢牧师的工作，甲送伊最后一途吼。真正我想，若照王牧师讲，伊讲伊伫即个囡仔最后要过身前，伊有看到吼，伊讲看迄个囡仔的面足平安啦。但是规身躯真正拢去互迄个癌细胞食了，所以我去看到路易斯讲，因太太得即个癌吼。恶性骨癌，我马上想到这个代志。我知影讲，这个癌症有真济，毋是遐尼简单。这对咱来讲，对伊来讲，拢是真困难的考验。差不多一发现就知影讲，这绝症啦，爱算时间啊啦。看剩偌济，拢总是4年就结束。伫这4年中间，阁有起落，因为伊若捌祈祷过。伫即个祈祷了后，敢若有一阵医生讲，奇怪，若找无迄个癌细胞，就是好啊，就是好，就咱互因转去，结果因佫一摆跋倒，无法度行路，
啊，佮送来病院发现讲误诊啊，医生竟然误诊啊，以为那个病是好的，就叫他们回去，结果伊佮来的是更较害。啊，所以路易斯伫这个中间，伊有经历，伊足惊吓，因为61岁结婚的人，这个婚姻对伊来讲足要紧。啊，伊的夫人人第2年就癌，啊，伊足意爱讲上帝做工，伊讲伊直直祈祷，啊，结果医生讲伊的夫人人找无癌细胞，啊，佮过无几个月。佮跋倒佮去讲有癌细胞，这个起落互伊足痛苦啦，哦，就是讲上帝有听伊的祈祷，啊，落尾也敢若无，啊，这个婚姻是足大的喜乐，马上拄着人生极其悲伤、悲痛的痛苦。这对路易斯来讲特别歹承受。因为伊做囡仔的时，伊的老母要过身前，伊也捌祈祷过。啊，所以这是古早伊一个结吼，伊甲上帝都有一个结，这个结从哪佫拍一届啦。就是讲伊做囡仔的时，伊的老母破病，大人无爱甲因讲真清楚，但是伊感受到伊甲伊的哥哥两个人，虽然拢是囡仔，但是感受到讲因的老母真严重，因为送去病院就无转来。啊，所以老母无转来，因大概就知影讲有大代志要发生啊，所以伫迄个时阵，伊有祈祷，因为因兜加减有甲教会有接触，伊知影有祈祷这个代志，伊祈祷上帝讲救我的妈妈，救我的妈妈。结果，因妈妈转来时，已经是光转来了。啊，这个光转来，毋是干那讲失去老母的痛苦，佮加上一项。伊的家庭是伊的老爸完全无法度甲囡仔讲话，因爸爸是一个会当讲完全无法度甲细囝细汉囡仔斗阵的人，他爸爸完全无法跟他们沟通。因兜所有的迄个动力拢是为老母来，所以伊落尾讲一句话讲：我的妈妈去世以后，我的童年就结束了。那才悲惨吼。因爸爸毋敢面对即两个查甫囝，就是讲伊甲伊的哥哥老母过身了后，因爸爸袂晓甲即个两个查甫后生斗阵啦，讲阵仔甲伊送去寄宿学校啦，阵仔甲送去迄个住宿舍，啊去住宿舍，忽然间伊对一个有老爸有老母的家庭，到一个无老爸老母斗阵的宿舍，佫去用霸凌，啊所以伊讲我的人生。上快乐的童年就结束，啊，这变做伊心底足疼的一部分。这也抵到伊落尾真长的时间，毋是介健全咱知文学家有当时真够写物件，就是讲伊心内抑佫一个痛苦，抑佫真侪痛苦是无解决，才会写较济啦。我袂当讲伊拢总无解决，但是伫迄点伊是无解决，就是讲伊遐尼需要伊的老母，结果伊的老母上帝也无甲帮衬。啊，这是要安怎吞的啊，古早就一批啊，即摆佫一摆。而且伫伊结婚进前就是拖到60几岁结婚，这就是中间有一寡代志袂拄好伊的朋友伊至好的朋友阵内底有人捌讲过啦我本来读到这时，雄毋知影迄啥物意思。伊的朋友形容讲 ，C.S. 路易斯虽然表面上是一个真出名的文学家，真侪读者很多读者在读他的著作，但是他的内心像螃蟹。我形容读无呢，因为咱台湾人若想到这钱就开始流嘴烂咧。内心像螃蟹，咱是讲螃蟹就是有膏，敢毋是？螃蟹真好食上简单的说袂记哩。其实要讲的就是讲，伊心内有壳啊，拍袂开啦，拍袂开啦。这个拍袂开有真要紧的原因，就是伊的老母过身的代志。煞接伊所读册经过的一站过一站，拢无真快乐。所以伊讲我的童年无去啊啦。
啊，过遐侪年，这个婚姻本来对伊来讲，敢若是一个拯救，因为这个夫人Joy 是一个足会晓甲伊讲话的人，啊，所以伊甲 Joy 斗阵的时，伊感觉伊的心门是拍开啦，啊，结果拍开了，即摆佫关起来4年。所以我想用安尼简单讲到伊的背景，大家就知影讲伊先哪会讲即款话哦。啊，伊宋氏夫人了有写一本册，中文甲翻做《清清如雾》。伊安尼讲。这曾经是他搁浅的暗滩，也曾经是我母亲的。伊形容伊的负责人人生结束，敢若亲像船去靠着大石，好像那个船搁浅了。我的母亲也曾经搁浅，他们被迫登陆。他们离开了海面，被迫离开海面，被迫登陆。他们没有进入那个目的港湾，他们就在半途当中搁浅，啊，船就不能动了。伊安尼形容所以真明显就是讲，伊的负责人过身这个痛苦，佫互伊想起伊的老母过身的痛苦，啊，这个角是要安怎透啦啊，我有一阵真爱读伊的册，也对伊做一寡研究。啊，所以我特别的去注意，伊的负责人过身过差不多1年，伊有写伊的痛苦，拢总甲写出来。迄本册叫《清清如雾》，佮过差不多3、4年伊有一寡手稿，伊慢慢咧整理伊对基督的看法。啊，这物件伫伊生前无发表。伊过身了后，人甲发表就是讲，会当讲是最后，伊的人生经过这两个痛苦了后，最后伊安怎看基督？基督一个2摆基督上帝无听，伫上要紧的是，上帝敢若无甲拯救的人，要安怎佫继续应光上帝？伊伫迄个最后一本册，就是过身才发表的《论基督》内底是安怎解答？负责人的过身，互伊受起老母的过身，两个基督上帝无听，伊真歹承担。经过差不多3、4年啊，伊的负责人过身了，伫3、4年中间，伊慢慢啊整理，慢慢啊佫继续学习甲上帝讲话，最后伊明白一项代志，伊感觉基督。即马伊的了解2摆痛苦了后，伊的了解，伊讲基督是我们打开自己，而上帝倾听，咱拍开家己，上帝甲咱听。伊开始感受到基督毋是为着家己要爱啥，上帝一定爱甲咱应。基督是学习。对上帝真实，咱上大安慰就是上帝听到。可能一时安尼讲无定，有的人听无啥有我想这个情形，敢若亲像咱的细囝中间咱做老爸老母的，一定是有即款经验，就是讲老爸老母当时囡仔讨东讨西啊，咱无互伊嘛，一定骂好嘛骂好，咱甲抱咧啊，甲笑啊，讲爸爸知你真艰苦，但是这个物件暂时袂使，互你爸爸有听到知影你要爱，即款的安慰啦。伊慢慢感受到讲，原来咱甲上帝的关系，毋是讲我讨你，另爱讨我，是咱学习对上帝讲真话，上帝有认真甲咱听。所以他说，改变的是我们被动的我们本来是被动的，等着上帝来认识我们，转成主动的被认识。因为咱肯讲，咱主动敢若将家己拍开，就是我差不多用经文，互大家了解咱的服侍、咱的敬拜、咱的祈祷，咱敢有真心？咱真正有将心门拍开，真心实意，有安尼来到上帝面前无？伊的结论，第一，经过这2层痛苦，
伊阁定心整理，发现讲开始学习，阁较主动，敢若讲做囝儿会晓主动将家己的心情讲互爸母听一样，不再是单单被知道，我们是阐述、披露自己，我们呈现自己，让神查看。这是一个真意外的结论。所以讲，祈祷是改变家己，毋是为着要改变上帝。咱若有祈祷的时，也有一个心理准备，咱是要调整家己，毋是要调整啥上帝。有当时咱足爱调整上帝，明仔载咱要去郊游，看明仔载出好天无？啊，人迄农夫明仔载是期待落雨，啊，咱是期待出好天，啊，就爱讲上帝就爱听咱的，啊，咱是要改变上帝，还是要改变家己？咱的祈祷有当时无诚实的祈祷，常常拢想要改变上帝啦。当我们也许渐渐的更成熟，就好像一个成熟的儿女，他跟父母的关系不会以自己为中心。就像儿女如果跟爸爸妈妈要这个要那个，如果那个态度是强硬，是完全不肯放手的。我们想改变父母，不是说自己要调整、要改变，那个爱没有，反而看到人的控制跟主导。对上帝倾心吐意，并非强求上帝要从上帝那边得到什么，重点是对上帝真实的说话，不是说服上帝说我要什么，你要给我。重点是对上帝真实的打开自己，这个需要改变啊！我开始慢慢的感受到，这确实也不是真简单。对一个捌受伤过的人特别困难而且伊头一摆受伤的时，伊是干那一个囡仔迄个记忆拢还佫掉咧啦。迄当时，伊会当讲伊是还佫真细汉啊，无知的情况，他经验到原来祷告上帝也会不垂听。那上帝不听，我们心里就难受。我们难受，我们就更心硬。我们更心硬，就离上帝更远。伊伫第二摆，伊经过这个婚姻，伫这个婚姻中间，期待伊的负责人会当身体会当健康。上帝并无互这个代志发生。这个时阵，伊已经较成熟，伊也知影讲爱阁对圣经来学习，爱阁对灵修、对调整家己的态度。过差不多4年的中间，伊一寡手稿表达这款的想法。祷告是改变自己，不是改变上帝。祷告都是单单追求应允。岂不成了强求？我求你一定爱互我，还是我比你较大，还是你较大？民间宗教有一款新名不要叫大家叫有求必应公嘛，还是简称做必应公啊，必应公。我有求，你必应，谁大？当然我大，那个讲起来咱就敢若罗马咧，就是讲安尼保护费款讲迄偌济摕来如果我们强求我们对上帝的那一个敬虔的关系不见了，我们恐怕没有面对真正的上帝，只是想象中的上帝，不再是真实的对话，因为我们连上帝都没有碰到。如果我们的态度那么强硬，我们根本也不是站在一个被造者的立场，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真实的上帝？所以他说出，在所有祷告前应该有一个祷告：但愿说话的是那真我。但愿听我说话的是那真理。准备好势，每一届祈祷，愿即时要讲话，确实是真正的我，也愿你，我伫天的老爸，听我讲话。祷告是人与上帝谈话，如果像任何人与人之间的谈话，两边都不真实，怎么会有一个真实的结果？所以我感觉咱嘛爱小可思考，当时咱会安尼有一部分是毋是讲伫社会，咱开始有一寡工作，也是讲做较济事业，
也是讲较侪人拒绝了，因为我们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以后我们可能会需要有不同的关系，我们不自觉发展不同的面具、不同的身段、不同的态度。你爱过一个大人安尼真是有当下变做真困难。我即个听学生咧讲笑，我印象足深吼。学生咧讲，老师吼，我观察发现一件事情，小孩子跟大人其实都差不多。我说怎么样差不多？他说小孩子跟大人都会流口水，小孩子往外面流，大人往里面流。大人会假身啊，会吞，囡仔袂晓吞啊，就那水落来嘛。我足歹看，我妖怪足歹看，大人家己嘛要。吞了，大家拢无看。我们会开始有各种角色而失去真实，这个是不可避免。但是咱面对上帝时，我们会不会把那些习惯也带进来啊？祷告最重要的态度是真实，在上帝面前，我们必须说出我们所想的，而不是我们应该想的。这个红字是路易斯说下。祈祷的是，咱伫上帝面前学习真实，就是讲，咱爱讲出咱真正咧想的，不是讲咱应该爱想的，不需要再角色扮演。如果我们到上帝面前还要角色扮演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的真实，也很难期待得到上帝真实的回应。我们所想的是我们真正的样子，我们应该想的，往往只是我们自己认为我们应该有的样子，甚至是别人认为我们应该有的样子。如何真实变做是一个祈祷一开始，真需要检讨咱有做到真实无？如何做真实的我？讲简单就是讲真话，说真话。我们要除去角色，除去面具，除去身段，除去面子，这个不大容易。特别觉得台湾是一个。对欺骗，对欺骗习以为常啊，习以为常，大家嘛拢骗，什么人无骗？所以一般人呢，发现讲有人讲白惨，不是很严重的事情。特别政治人物，他如果不说谎，我们反而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小时候我那个时代是教育部甲教育局拢禁止学校内底袂使有参考书。每一个小学都有参考书，差别只是在于督学来的时候赶快藏起来。藏在哪里？大家都知道，藏在讲台下面。老师耍逃督学来，赶快！大家都底下搬下去唱的校内好像一本参考书都没有事实上，连督学大概都知道在哪里，但是他不会去翻。那么老师叫学生常常有说应付督学，父母哄小孩讲你要吃汤卖你今麦吃饱了无啊啦？有没有这种经验？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面对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政治人物的信口开河，大家来探钱有无？没有污染有无？苦民所苦有无？我觉得有一个困难。这个环境让我们被教导不真实比较划算，我不知道你的想法。相对要搁做学生的时会较单纯我会记得迄当阵因为读新南医进前，我有读2摆大学，所以我伫学校时间会较久。所以看我甲我做伙斗阵，18岁来读大学，来台北读大学一起大家读大学渐渐的有些人毕业就去工作嘛，变成社青我学青的时间比别人长我有读第2次大学，后来又读神学院等等我伫新南医相对我无拄到较复杂的环境会看到奇怪我们的这些同伴怎么进入社会以后讲话就会开始这个那个会口急慢慢的就会了解了因为在世上不能讲错话。
讲话要慢，就会用口气来缓冲，口急来缓冲，看我是要讲是啊，不是，会察言观色啦。啊，伊当较低级，有当拢会学遐个遐个伫社会讲话啊，开始啊，这啊，我觉得就是那个啊，讲话要不要慢慢一点，可是看看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哦。啊，即马想起来真悲哀，因为我即马嘛会晓安尼啊咧。有时候就是很难干脆直率、真实，把心里的话讲出来。或许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也不是每一个人能够接受。但是我的困难，或者我们可能遇到的困难，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会不会大字是咧想讲上帝咧想啥？我那讲较好些。我们会不会也把那个不单纯带到我们的祷告里面去？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求主帮助我回到我真实的样子，愿开口祷告的是那真正的我。一起来念，来。咱渐渐另外一面，伫明仔载咱会讲较侪圣行的做工。我们要怎么样面对真实的上帝？至少我们要学习安静、专注，我们的心是开放的，也要分辨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忙碌的社会，我们往往在许多忙碌当中，我会发现我们不大容易集中我们的心神，专注力下降。因为我们常常不在安静的状态，那么不安静、不专注，很难去听上帝的声音。在不安静、不专注的情况之下，我们最容易的就是我们的心是关起来的。我们是关起来，因为我们也不堪其扰。就是说，你知影讲譬如讲，那个节道有当时我们去参加喜庆，因为节道甲千份人坐做伙有拄到迄足爱讲话伊直讲，咱就像戆去咱就关起来就讲嘿，就开始想家己的代志嘛。是不是我们也在这个社会当中，多多少少已经不再是一个真正能够对上帝开放的人？我们如果没有去分辨什么是重要，什么不重要，我们老是在追逐一些其实可以稍微放下的。我记得卢春忠牧师伊的讲道是哪对阮我这辈以上，我的长辈因受真大的帮助。伊卢牧师足知影人的迄个心理啦，伊真好讲诶，做礼拜是爱专心，伊会晓安尼讲咱中间这我们上唔通来想讲。中岛，想讲要去菜市啊买啥？他好像什么事情都知道，因为做牧师做久了看那个信徒的眼神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会不会我们不再专注，我们不再开放，我们失去分辨力，祷告只剩下说最重要的听？因为如果要经历真实的上帝，我们是需要听的。咱若真吵，上帝要甲咱讲话，咱家己嘛听无。何况咱不是伫健康的状况，我们可能很忙，忙到无法专心。有人在跟我们讲话，也听不进去。也可能我们一直在为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我们的心弄得很烦。我们没有办法，不是因为上帝不来我们当中。所以把刚刚那个字句再稍微调整一下，求主帮助我脱离忙乱而能专注，愿我真正听见从上帝来的声音。一起来念，来。是不是祈祷进前？咱先有一个调整家己的祈祷。有一节圣经，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讲到引这个经文，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迄个仰望吼，我发现个台语圣经的版本无共款，台语是译做着主神看耶稣，就是最神的源头甲芦苇。这两个的翻译好像有点差距，差距跟句子的结构有关，也跟那个关键词有关。和合本是翻译成仰望，台语是翻译成助行，哈，应该如果再转成华语的话，就是灵神注视，灵神注视。然后台语的翻译较切的，吼，就是讲先把要紧的讲了，就主神看耶稣，亲像英语的版本 ，Looking to Jesus， 这是一个宣告。咱有主神看耶稣。这翻译成仰望那个力道不见了吼，伊原来意思是看啦，看，就看耶稣，迄个看是斟酌看，斟酌看然后译做就是最新的源头甲芦苇的耶稣是我们信的起源，也是我们信的末了或者信的成全 ，the pioneer and perfecter of our faith， looking to Jesus。我想那个简单话就是这个圣经，给咱一个真好的方向。祈祷的时就是学习主神看耶稣。当然，你要主神看耶稣，咱需要真实，咱也需要调整咱的心，准备要听。伫今仔日啊，还佫一段，甲大家介绍，就是祈祷说，咱就讲阿明、阿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吼，那等于到伊的希腊文，原来意思就是实实在在是安尼。那要解释为什么基督说讲一句阿明，耶稣甲咱教示，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若是恁的话就讲是就是，毋是就毋是。这个以外是对迄个歹的出，只有一条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如果你还有别的话，那一定是出于恶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有时候人间的困难让我们说是没有那个胆量，说不是又怕人家不高兴，到底要怎么办？耶稣还是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提醒：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较少年的时候，有一摆去台南，我拄到迄个路边啦，路边有一个所在看起来会当停车，但是迄个路边会当停车的边啊，有人设迄个灵堂啦，其实那个灵堂离那个车位有一点距离。我就讲，这拄好甲停，甲停到一个人少年的看到罗马，就开始伫遐讲啊，讲你莫停啦，阮遮落厝里有代志啦，我讲你要叫我驶走，我讲无啦，我哪会敢叫你驶走？无我停车好无一时啊尔，1点钟，你安尼笑到无意思，我不知道他要我干什么。伊当少年毋知影危险啦，我怎直甲伊撸啊？讲你是要叫我驶走，还是伊就讲，我讲你要叫我驶走，伊讲无啦，我哪会叫你驶走？伊要叫我家己驶走啦。后来跟我旁边的一个学姐，一个女牧师，伊就叫了讲，唔通去讲啊，迄罗马啦。咱的社会就定定这款奇奇怪怪的人啊。他要你说是，但是要你自己说。他要你会意。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我们要做一个很真诚的人，越来越困难。我们大概真诚的时候，只有小时候勉强还算真诚吧。小时候啊，我记得我细汉时去外口食物件，唔敢讲先食，才付钱。咱台湾拢先食才付钱，我惊欠人钱所以我去钱就互人啦。
哦，啊，结有一摆我去食迄油条豆浆吼，啊，我钱互伊，迄人怎走啦？啊，出个人毋放我线，讲我啥食了无付钱，我付我迄个啊，加在迄个人落尾佫转来，哦，啊，以后我就知影讲原来吼，咱伫台湾爱先食，哦，才付钱，啊，食了伊若袂记拄好，啊，我们都在这个环境里面被污染，我们再也很难那么清纯，对不对？一个小孩子也想讲，啊，无付钱哪会当人食？当然先付钱啊，啊，大人的世界毋是安尼啊。是就是，唔是就唔是。一般人的原则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基督徒原则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是又不是。所以这个阿明你唔通甲看做讲啊，真简单，当然伊真简单一句话，嘛当讲伊对头前所讲的祈祷每一句话，伊拢肯定就是安尼，就是安尼，但是有一个更较深的意思。我所讲过袂改变，是就是，毋是就毋是，因为我讲实话，无调整的空间。这也是一个信仰告白啦。当然，那个简单讲就是讲啊，这个阿明就是讲祈祷，就甲阿明一句，你莫想遐济吼。啊，咱古早圣诗嘛，拢有一句阿明吼。即摆新圣诗就较无鼓励安尼唱。到底这是安怎？我想咱等于原来意思吼，这个阿明当然伫祈祷中间，就是对所祈祷的话做一个认定，实实在在是安尼。但是咱等于到耶稣的教示，等于到真理的本质。咱若讲阿明的时，毋是清清菜菜讲，咱是做一个信仰告别。我无第三句话，是或是毋是，无其他话。无讲是个毋是，毋是个是。实实在在是安尼。每一届讲阿明的时，就是确认咱有真实有讲，等于到C.S. 路是甲咱做的提醒，咱有对上帝表明咱的心意，将家己拍开，互咱天顶的老爸来了解。也自信看耶稣开喙祈祷的是真正的我，无暗藏；也愿听我祈祷的是真正的你。咱愿意真实尊重上帝的旨意，也愿上帝听咱真实所讲的话。弟兄姐妹，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士林教会如果要改变，要从祷告开始。这么多年来了，我想是历史，我们也多多少少知道，我们这当中有经过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但渐渐的，我们来到这个世代，特别在整个士林区在大发展的时候，上帝把士林教会放在士林的心脏地位，它不一定是地价最高的，但它确实是最有代表性的。你讲代表士林就是这个中心吗？还有什么所在？咱刚才这教育大楼甲拆起来吼，伫捷运站看得好清楚啊，边仔拢还袂起啊。上少有一段时间，几乎成了地标呢。那这个地方是不是真正有一群人真心实意的在祷告？这个教会会不会改变？跟大家的祷告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也要期待大家学习一样真简单也真要紧的代志，就是咱每一届唱诗歌或是圣诗的时，我们每一次唱诗歌、唱圣诗，一定是用祷告的态度。我要请我们的诗班到前面来代唱。宝贵时价这条诗歌，真侪人拢真熟。有人讲哎，我把这个给买要唱，重点不是在于你熟不熟，重点是你有没有用心唱。我们可不可以学习？它是一个祷告，真心实意的祷告。这首诗歌我也曾经非常的熟，但是我第一次被这诗歌感动，是在缅甸，有一个很特别的聚会，大概都是10岁左右的小孩子，他们大部分都是孤儿。差不多100个人左右，
我们的同工刚好带这个宝贵十架。这首诗歌我唱太多次，唱到几乎都没有感觉了。但是我没有想到，这100个孩子，他们大概有8、9成都是孤儿。因咧唱的时候，差不多一半以上啦，手就那换家己的心啦。哦，咱台语讲这叫捧心肝啦，捧着自己的心在唱。哦，我错一条呢，因为领唱并没有做任何要求，有一半的。就这样很自然。这个艰苦囡仔，你知影当初缅甸还没有那个改革开放的时候多穷啊？有很多那个孤儿就是没办法，所以教会要设很多孤儿院。所以当他们来到教会，几乎都是来自贫穷的情况之下，我第一次的深深的感受到他们会这样子来唱宝贵十架，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他们唯一的依靠。所以我唱这条歌时，我都不敢遐凊彩。我们是不是大家一起来面对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不是我们内心最深的倚靠？愿那说话的是真正的我，愿那听我说话的是真正的你。让每一首诗歌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阮伫天爷阿爸爸上帝，即时阮伫你的面前，主啊，教阮安怎祈祷，教阮啊，伫你的面前，
阮真正讲出阮心内的话，主你也欢喜听阮的心声。阿爸天父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教导我们怎么样说出我们内心真正的声音，也让我们真的去体会到，当我们真实的时候，我们就面对从天上来的真实。主，特别我们为士林教会来祷告，来仰望。主，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士林教会在改变，在硬体上改变，在聚会品质各方面都在成长。主，我们一起来仰望你。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最重要的还有一项，就是我们的祷告。帮助阮祈祷真正是真心实意，是真正对阮活命的中心所发出来。主，阮伫地面上无啥物别项通倚靠，阮的人生真有限。凊彩一个病，一个意外，阮的性命挡袂牢。但是天顶的爸，你咧照顾阮每一个人的活命。拢毋是伫阮的手中，互阮的教会有一个真实的祈祷，共同的祈祷，要看到主你通过这间教会伫士林地区来做见证，来宣扬主你的福音，帮助阮伫新的硬体来经历新的稳定，互这个硬体建筑物会当成做主你的路用。互伫内底会当有侪用真心来祈祷仰慕你的人，愿主你圣神做工，你的话伫阮中间，阮就要看见对天顶来改变。伫这个社会有真侪白贼话，真侪无真实，帮助阮伫世间做主你的囝儿，无亲像世间人一样。也互阮伫每一届祈祷的时，阮特别会当讲，你是阮天顶老爸，阮是伫你地面上的囝儿。主，阮感谢你，阮献上阮满心的感谢，祈祷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请坐。咱感谢天父上帝，通过林牧师各一摆帮助咱，也引带咱用真实的角度来面对真实的天父上帝。这实在是一个大的功课，因为咱的日常生活中间，毋是干那伫外口，包括伫厝内，咱嘛有当时都要挂真侪的面具包括伫咱家己本身面对家己的时阵，但是要安怎会当通过圣神帮助，互咱会当真实来面对下晡则发生的代志安尼。今仔下晡吼，咱为着教育馆电梯的代志含厂商都要有一个协议，一个开会。每开会吼，我这个手机就叮叮叮一直咧叫。迄早参加一个团体，一个教会团体小组。迄个团体吼，办公室讲要拢无安怎讨论，讨论中间忽然间有人会讲咱咧咖啡机吼，敢若像咱教会咖啡机呢，最近呢拢水拢无够烧啦。就有另外一个讲，要就换一个咖啡机都无偌侪钱，对无吼？这是安尼就带过了，无做议决，无做讨论，迄是2工前的代志。佫今仔日点点来讲，咖啡机买啊啦，31,000块啦。就有人跳起来讲，咱也无议决这项，也无讨论这项啊吼。有人知影讲，哎呀，这阮当有人有意见，所以就有人私下就赖讲吼，哎呀，那个许牧师，我看我们就以后就追认就好了啦吼，那也不要再谈了哈因为你个讲吼都安怎，对，伤了什么？就伤感情了。这种下面这款的吼，伫咱的四周围一直在发生，一直在发生。我哋讲吼，当然啦，咖啡机爱换，嘛有1万的，嘛有2万的，嘛有3万，嘛有5万吼。当然价钱啊啥等等，真侪即款的代志。所以拄啊林牧师
引出咱时，我想咱可能有真侪无共的经验。我经验就这，你经验就啥？咱毋是要去批判遐个代志，毋是要讲迄个代志安怎对毋对。毋过咱要安怎互家己，搁倒转来真实的上帝面前，求上帝怜悯咱，互咱用真实来面对伊，安尼互咱得到平静安稳的快乐，通好知影是讲是，毋是讲毋是。所以咱即个时阵有短短的一个时间，咱要做阵祈祷，毋那干那为着咱家己祈祷，也为着你所听的家庭祈祷。一个家庭的经营无遐尼简单，但是咱要安怎会当伫个三甲斗阵、三甲徛起的即个家庭内面，咱有更较侪更较好的一个连接甲对话。咱即个时阵也特别要请咱开咱的心。开咱的嘴，为你家己更较真实来面对真实的上帝。这个真实会当伫咱家己的家庭内面来实现。咱开咱的心，开咱的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无失落真实的家己。恳求主你引带保守，也互阮会当搁一摆来经历主你的疼，真正通过圣心帮助阮。特别恳求你顾守阮的家庭，互阮的家庭会当伫你的疼中间，得到你的眷顾。主啊，阮将这一切放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助阮，引带阮。如果咱所敬拜的上帝是咱的阿爸，表示伊非常看重咱家庭的关系，为了真实来面对真实的上帝，为了咱的家庭祈祷。这段咱请全会长老传咱来祈祷。主必听从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有慈爱、有怜悯、真实、信实、献给的上帝。主，阮感谢你，透过阴暗林牧师的教导，透过伊的教导，深深来拍动着阮的心，互阮真正明白。主啊，阮伫你面前未悔改，因为过去的阮，祈祷的时阵，阮无够专心。主，阮学习着，阮对答了后，阮要注神来看主你，阮要专心来用主你讲话。主啊，阮要拍开阮家己的心，求你圣神也帮助阮，互阮每一遍要来祈祷的时阵，主阮圣神帮助阮拍开阮的心，阮要用阮真实的心来甲主你相拄。阮知，当阮用真心阮家己真实的阮来用主你祈求，用主你讲话的时阵，主你的确要按耳孔来听阮的祈祷。主，求你也帮助阮，互阮专心来用你来祈祷。主，阮知，你也要帮助阮，互阮会当静静来听你的声音。主，阮的生命要伫你甲你相拄的中间，主，你要来改变阮的生命，互阮一日搁一日要搁较来认捌你。阮要用被动来化为主动，互主你来认捌阮家己本身，帮助阮。因为主你伫阮搁伫母亲的腹肚内，你就已经认捌阮。阮家己无一定来认捌阮家己，但是主你透过阮的祈祷，你互阮会搁较看清楚阮家己本身，你所创造的阮。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一摆搁一摆，搁较来认捌你，搁较来亲近你。
主，我们一日比一日搁较来亲像你。我们学习来搁较看见主，你创造原来的阮是遐尼圣洁、遐尼善良、遐尼公义。主，互阮愈认捌你的时阵，阮也要愈亲像你，帮助阮伫阮的生命改变中间，来当诚侪你的见证，互阮身边的人、阮的家庭、阮的朋友，看见阮生命改变，也要诚侪来亲近主你的人，也要靠无即个真实的主。主，互阮属灵教会伫即个地区，也因为阮教会生命改变。复兴阮的教会，也诚侪阮属灵地区，才会正百姓的祝福。主，阮将阮每一个人，阮家己的性命，互阮伫每一天的祈祷中间，甲你相拄的时，主，你就祝福阮每一位，伫阮每一日生活中间，充满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主，阮献上感恩，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即个时阵也特别要为着咱。对伫咱教会的认同结连来祈祷，到底属灵教会对我来讲是甚物？是一个聚会的所在，是一个甲人交陪的所在，是一个迄个时间我无来，踮咧厝诶看电视嘛坐袂牢，所以我只好就来。到底我甲属灵长老教会是甚物款的关系？还是踮咧即个所在，我会当甲主相拄？还是踮咧即个所在？我搁较侪诶献身，搁较侪投入，搁较侪高举基督诶见证。尤其是咱即几年咧学习建堂建人，教育馆硬体起造，教育馆硬体在建造。但是我们是不是跟这个教会，基督的教会，我们愿意有更深的连结？不只为教育馆建造过程有很多的功课挑战。特别是我们跟基督的教会，你看这个关系是怎么样？我们为这个关系来向主求，盼望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基督教会众肢体的一个，连结在元首基督，连结在弟兄姐妹，倘若予四周的人看到咱就心生，嘛要意爱来接近耶稣基督。咱开咱的心，开咱的嘴，为着咱甲咱教会的连结，咱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互阮会当踮咧属灵中教会，阮确信这有你极其奇妙的旨意。阮恳求你帮助阮，毋嘛若干那硬体起造，阮的生命嘛要建立。阮要搁一摆献身伫面前，搁一摆告别。伊是我的主，所以恳求主，你帮助我，我会当踮咧即个中间，我会当认同，对教会有更较深的认同，更较深的献身，我会当更较深结连伫即个基督。当教会起造起来时阵，主啊，阮也诚做基督的一个机体，愈起造愈健康愈大。主，你就高举主啊！我们搁较大的献身伫这个中间，因为这是基督的教会，互人看到是主你家己本身。恳求主你帮助阮，当阮献身伫这中间的时阵，你就会帮助阮，完全将一切推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引传保守阮，你接纳，完全将。咱对教会的委身，咱对着耶稣基督的教会的参与，求圣神帮助咱。这段咱请张主明长老带咱来祈祷。稳定的主，听从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无弃嫌，阮是卑微，阁有罪的人。你呼召阮，互阮会当真做你的囝儿，阮献上感谢。主，阮更加感谢你，就是阮会当伫你所设立的圣会，伫遮来敬拜你。稳定的主，
阮拢总是你所创造你的机体。阮伫树林教会久久伫遮服侍，主愿知你爱阮每一个人会当奉献阮家己，奉献阮的时间，奉献阮的才调，互主利用。恳求主你，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毋但认同伫阮树林教会，阮也愿意为树林教会来奉献阮的家己。互阮每一摆，阮伫侍奉你的时，阮就呼应主，阮伫遮，请你来找我，请你来找我。互阮每一摆伫侍奉你的时，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来体会，阮的侍奉是哪侍奉哪甘甜。恳求主你加添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阮愿意对阮每一礼拜，阮的团契，阮每一个肢体，阮拢愿意来投入，互你的圣会定睛伫树林这个地区，互你的圣会真侪福音的出口，互你的圣会伫这个所在真侪一拍音的电台来照伫树林每一个角落，互每一位伫徛起伫树林地区的人，拢会通知。主，你的圣会伫这个所在，互你的福音会当传遍伫这个地区。愿恭敬伫你面前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最后请林牧师带咱做结束的祈祷。愿咱伫天顶的阿爸爸上帝，呼召伫地面上记纳属伫伊的名、伊的囝儿，特别伫树林教会兄弟姊妹，互咱对心底有一个彻底的觉醒，互咱会当知影。既然咱伫天顶有一个老爸，咱就毋是属伫这个世间，帮助咱活伫这个世间，悠然坚持做上帝的囝儿，互咱的祈祷是真心发出，也得到天顶上帝真心来听。主帮助阮会当进入真实的祈祷。互阮各位无论大小，伫主你面前来领受基督的福气。愿主你要用基督福气来祝福伫阮的兄弟姊妹中间，互阮的信仰得到起造，互树林教会伫树林地区真做水的见证，正人的祝福。基督仰望，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上帝今仔日为咱备办的，会记得明仔载拜六，咱是7点开始，吼，佫提3半点钟，咱7点开始。所以这个时阵咱互相会当请安，吼，咱互相请安，愿望主，互咱今仔日得到大大的祝福，吼，得到满满的祝福。